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日咱来读1980，1980这个小说，好佳哉是文字啦。那戏剧吼，恐惊的嘛，不离啊叮当，因为我台湾配合这个戏剧，甲1980这个小说有一寡会使做对应的所在，所以我真推荐1980这个小说会使含台湾配合这个戏剧做伙看。当然，这是完全无同款的故事历史。1980当然是小说啦，台湾配合是台湾白色恐怖时代这个前辈留落来的脚迹，然后遐个编剧也是剧本作家，甲因写做剧本，拍做戏出，互咱后壁人通好看。因为我会记得敢若是这2004年伫台视播出吧。当然我是一直到可能是2020年才看到的款吧，敢若是安尼。总是我是安尼想，因为台湾人有真侪过去的历史也毋知影，因为日本时代离咱淡薄仔远，过去这7、8、10年是中国国民党无要互台湾人知的过去，所以真侪代志经过中国国民党的一支手热天，阻挡台湾人知捌过去的历史安尼。所以我若嘛有一寡人伫咧甲迄条红线，敢是红线，我得就是一直咧突破就对啊。所以戏出小说可能拢是咱台湾人会使来知捌理解的所在啊。所以来读这个1980的小说，虽讲讲是小说，也毋过一个讲法是安尼啦吼。George Orwell 1949年所出的这个1980，是一个年稿。这年稿虽然已经过去啊，也毋过真歹势，真不幸，过去也未过去。伫台语才听得出迄个真差。英语敢若是共一字晓。The past never past， 敢知敢是安尼。中文过去未曾过去，所以中文若无够好，可能嘛听袂出迄个真差是啥。不过伫台语内底就是过去也未过去。1980这个年稿虽然讲过去啊，也毋过遐历史敢若还阁伫咧上演。有一句话讲啥？历史从来就毋捌重复，但是伊一直押韵，一直押韵。好，我就讲，多含来愈好，时间来愈好。台北时间毋是到咱这10点，做伙来遮读寡册。最近读这个19809点进前呢，9点进前随我去读这个开花结子。大家朋友恁有兴趣啦吼？我是咧读这个开花结子，9点才要来读这个1980。然后1980下尾可能会读日花闪时安尼，继续来读这个开花结子。提钱请人干无，因咧真正是真粗安尼吼。提钱请人干无讨的例子，歪尾桃受爽着。毋过所有几十档劣质的金条、珠宝甲银票送互即颗干龙兼变形怪去。有洋人去查到这个钱是汇入去倒一个口座。毋过才一工尔，连伊随搬去4、5个青分的所在，自按像长线的风吹，约袂转来。这款人心万切，毋是干那郁卒艰苦尔。例如，逐工袂输提尖伫为家己的心肝，才是忝。3年来讲听，搁过半冬，例子就滴着大肠癌，入去台中营总，入去台中英明总院大院，食刀仔尾，照放射线化疗，捂一脸头，头，规身人强强要花去，头尾才1个日，就掠去中仔堡种啊！
若要留历主的旧年旧孝，真正是3暝3日就讲袂煞。历主17岁去瑞丰税关处做抄税单的临时工，互内底的职员陈信雄骗甲大巴肚。厝里的爸母看毋是势，紧找媒人来讲亲情。18岁迄阵，赶规3个日，嫁互家人不知情的五甲。料袂到一礼拜后，历主逐工病囝，说互大家官起摇旗。真正半冬后，囡仔就出世啊！为着要入家家的认定，五甲去法院告媒人甲奸家骗婚。阿母庄金生也是扁喙，就会当说明假戏要搬甲变真的本底就真恶，免讲嘛，要会着官司生成会输甲脱裤。若甲安尼，毋若赔一大摊的银票仔，互对头的五甲，搁爱甲迄个杂种仔囝阿宝啊，顾转来饲。王查某起毋甘输赢，毋则叫历主踮厝内做奴才，逼干来出水。8冬后，历主28岁，老母叫媒人牵去嫁互一个52岁的艺处长，是历主即世人上请爷的时阵。15冬后，艺过身，有留袂少的遗产，互44岁的历主一拍喷用。20冬后，历主64岁才去学跳舞，头尾3冬尔，就互一个减25岁的查甫舞师，甲所有的劣质甲师兄总甲怪去，人就安尼郁卒破病，半冬就治着大肠癌，拖2个日就赶去大啊！伊迄个那纯粹伫写的时阵，伊迄个罗马字甲汉字，伊无一个规律，也是理路，就是讲，什么时阵罗马字，什么时阵汉字，无一个定着，反正就是家己迄个啥抓着对啊，所以治着即个读出来是治着，反正就是即个字，抑毋过即个字音写出来2个词，伊有当中就是，这是罗马字到汉字，遐是汉字到罗马字安尼，即种存在一段。后来阿宝啊，讲因老母历主会寄金铺啊，到落尾的存款，孤剩5万块尔，摕来办丧事，也无够开，真正有够惨。这有当阵就是迄个啥，开火结子即个小说是自19世纪末期，啊，就是王查某甲颜阿青因2阿某的代志开始讲起。当然，伊先开始写，毋是即个时间点，总是写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安怎讲铺排吧。你想要写啥，有一个主心定，所以当然伊头尾安尼8外冬，所以就会甲一寡人物做一个标记，讲啊，这个人啥物名，是查某的，当时出世，甚至啥物时阵过身安尼，所以。我会记上故事的上后壁，敢若是2013年的款，敢是写到2013，2013还2023，我袂记得。啊，所以上头前就是迄个什么尴尬、温温热热的，伊一开始是按即个1939年开始写的，啊，总是主人家迄个颜阿青甲王查某是一个1919无1999，敢若佫开上。颜阿青是1898年，啊，王查某是1900年，所以拄啊是迄个啥，龙刀山迄个蔡氏是1899年出世的，所以伊蔡氏活到敢1990几年吧，我袂记，所以有当中即种安怎讲？乾草底草无底漏啊，啥物先兆也毋知咧啊。好啦，时间到啊，转来读咱的1980。我毋知啥物原因，3年9袂起来还是啥，我无确定。总是要来读
325页，这已经算故事的较尾声吧。因为3之3，后壁有过一个3之4，3之4真正就是3之5，所以6也有，歹势，4、5、6，所以3之3剩几啊？剩5、6页，看摆可能今仔日差5页啦，应该读完吧？读完做一个暂停，3之4连去读安尼，好，继续读落去。我毋知啥物原因，3年无起来，可能变看你是毋是点家己头像，我无确定。3之3，325页，因为迄个奥本就咧甲考试讲，你是做人道德，比阮较高尚，阮规喙好笑，佫确信着。迄个威斯就讲是，我做人较高尚。奥本无讲话，有另外2个声音咧讲话。温斯顿听一时啊，听出有一个就是伊家己，迄是进前伊甲奥本对话的录音，就是伊志愿加入兄弟会的迄暗。伊听到家己承诺要欺骗、偷盗、伪造、谋杀、驶私、食毒甲嫖表、团伙性病，用硫酸判囡仔的面。奥本无耐性的手势小比一下，敢若咧讲即个电视免阁点落去啊！伊存一个开关，声音停止。起床，伊讲速大开开啊 ！Winston 踏伫涂骹先压低，才现的站起来。你是上尾的一个人，奥本讲，你是人类精神的守护者，你着看一下，看你家己。真正的模样，衫裤脱掉。Winston 连裤衫的拖链早着互拆掉，换做束带。伊甲束带透开，自红掠以来，伊感觉当时伊做一摆甲衫裤总脱掉，伊想袂起来。伫连裤衫内底，伊的身躯敢若垫几块垃圾黄黄的破布，会认得是。内衫裤剩的部分，伊甲破布拢溜落来，拢溜落来迄涂骹，看到房间内，还是我处理一下，看到房间内，较远迄边有一组3面镜，伊行过去。煞个动卡紧袂了吼出来，因为这么偌久啊，完全毋捌看过伊家己就对啊，所以3面镜可能到即个时阵才看到伊家己的形影安尼，对吧？家己咧行，家己知影倒一个位置是家己嘛搁行，好不然讲，徛伫3面镜的中边，你嘛爱看。伊就讲迄个身躯的迄个啥，中文是讲侧身啦，所以就讲 go on saber over stand between the wings of the mirror 3面镜 ，you shall see the side view as well。伊就讲边仔迄个算腹肚边迄片吧，对过人骹到啥，腰到裤头迄个位置。腰脊骨，腰脊骨毋是尻川皮大腿边迄搭遐，所以就是过人骹到大腿迄个所在。对，没错。3年后来，我搁读一段，我读到327页，3年才来读。有一个所在现，的，拄则是现的，伊是惊到才停落来，向伊wat来是一个圆翘、铺暗、咕噜款的物体。迄个形影本身就足吓人，毋但是伊知影迄就是伊家己，伊行搁较晚行，迄个生物面敢若捅出来，是姿态翘举所致。迄是一个无毛落魄的家兽面，为下头吐到头顶去。
鼻仔歪掣，喙皮骨乌青硬火，两粒目睭恶搁劲界，喙皮总绕痕，喙冒冒。免讲，这就是伊的面。毋过伊感觉即个面哪像变了比伊来细。毋过伊感觉即个面哪像变了比伊来细，变搁较济。面表现的情绪应该和伊所感觉的无一致。伊半吐头啊，拄影着伊叫是伊头鬃嘛反白啊，实际上迄只是噗噗的头皮。拄起双手甲面的一块，伊规身躯拢噗噗，是雕足久的垃圾仔。垃圾仔下底红色的伤痕，遮一拎遐一拎，遮一拎遐一拎。碗骹目的烂疮发红发甲皮肤一块一块流落来。毋过正经恐怖的是伊身躯消散甲无款，并肩骨现的心动，画敢若一副骨骸，骹腿落肉落甲骹头夫较粗大腿，骹腿落肉落甲骹头有较粗大腿。伊即马知影是安怎乌布雷叫伊看边边，人骨久的程度看着会出，薄板的肩胛弯对头前，胸坎敢若落一空，剩骨头的颔棍，亲像互头壳的重量缀甲定背弯。若是互伊摇三个，伊会讲这是一个得恶症的60岁查甫人的身体，这真正是粗残，臭甲即个毋是款安尼。malignant 这字讲哪？恶症。malignant 嘛，因为即个 ml 我会记是一个算好定的字眼书头还是字头，我毋知。我毋知省略有对着无？这想到最近韩国是有一个会甲保管太保，啊，就囥互伊边仔洗头，互伊伫旁边洗头，人也袂死，佫真正省甲纯皮尔啊。嘿，对，啊，我是讲着即个残忍的做法啦你。好，你若有对着，你继续读过。好，你有时啊在想乌白想讲我的面一个来动员的面，看到臭老果风霜，你看你家己的面啥款？伊甲威斯顿的顶甲链条，甲伊人洗过来，两人面对面。你看你即摆的状况，伊讲，你看你规身躯的太高烂路，看你骹芳的垃圾仔，看你骹目一裂，看到就想要吐的老汤烂你敢知你臭敢若山芋？都定着你无感觉，你看你打散甲啥物款型啊？你敢知？我用大头布甲纸仔，就会当甲你的手倒零扣起来。我有法度像压一支红菜头安尼，甲你的红棍压断。你敢知？自你互我了来，你已经瘦25公斤，连你的头鬃嘛规把在落。你看，伊
伊手伸去Winston 头壳顶嗅一，随掣一，这个是一绺头毛落来，喙擘开到10，你阁有11支喙齿，你厝内阮遮的是有几支？连遮剩的无几支，嘛零零爬去啊！看遮，伊用有力的大头布甲一支仔甲 Winston 一支头前起顶咧，一边搏疼，烫 Winston 规个骸，伊喙齿互乌皮胃经存起来，哎哟，这是嗅气壁架，哦，还到遮。好，感谢啊！伊咧甲伊糟蹋安尼，对啊，伊咧甲伊糟蹋安尼啊，所以就讲这种粗残的手路，伫迄个白雪公主的时代来看，就是这嘛算一点点啊尔，因为就讲迄个大王的电影，迄社会人就讲电影所搬只不过是现实社会，也是迄阵现实状况的1%都无安尼。啊，即摆即个1984内底咧讲的遮个故事、遮个现象，恐惊嘛是个白雪公主迄时代的1%都无啊。即种满喙齿啥有无？有一个讲法是讲，恐伫爱关草1年的时阵，迄喙齿就开始落啊。主要是因为欠维他命 C， 搁无晒日头，所以欠维他命 C 无晒日头，伊就无法度生成迄个维他命 D， 啊，迄个喙齿就变挽袂牢，就会零零啊。伊即马讲的啊，零零啊，啊，就怎甲存来安尼啊。好，毋知有啥物想法看好无？伊搁剩2-3页尔。啊，这可能读者伤紧，可能读完就迄种煞。帮参考。安尼，我搁读过吼。我看一下，你当咧烂去，伊讲，你当咧放去散去，你是啥？一袋垃圾米，来，你洗转来，行搁甲看。你有看到面头前迄个物件无？迄就是上尾一个人。你若是人类，迄就是人性精神。衫裤穿起来 ，Winston 开始穿衫。动作慢，搁硬正，较胆进前，伊敢若拢还毋捌注意到家己烂散烂烂，伊心内敢若一个想法咧拉。伊伫即个所在定着比进前咧摇的搁较久啊。因若甲遐个破布挂好好，无张伫即个败去的身躯，真无啥死的感想，害伊情绪袂堪定，还袂意识到，伊就跋伫眠床边的一只椅头仔顶，流目屎吼出来，一副配垃圾内衫裤的衫骨，坐伫硬硬的白光下，坐伫硬硬的白光下骹咧哭，有偌歹看。偌无尊严，伊了解，毋过伊挡袂牢，乌不然甲一支手放伫伊的肩胛，亲切款。代志袂永远安尼，伊讲，只要你要，你随时会当走脱，一切拢爱看你家己。恁害的 Winston 题，是恁甲我害甲遮尔凄惨落魄啊！毋是 Winston。是你家己造成的。自你决定要反动的时，你就接受啊。一切拢包含伫迄起头的行动内底。发生的代志无一项你料无到。伊小停一下，搁煞咧讲：阮甲你修理，阮甲你创甲规组害去。你看到你身躯是啥款啊？你的心理嘛是同款状态。我无认为你还阁会当有偌。我无认为你还阁会当偌有尊严。你狂踢、狂抽、狂侮辱，你疼甲哀哀叫，伫
伫涂骹你家己的花甲凹吐物，即个凹吐物内底咧，你扣球绕射，你甲所有的人甲一切拢反背啊！有倒一项见效代你还未做过？你敢想会到？我先读到遮。伊后壁敢剩差不多剩一个安尼尔。我迄阵我嘛无确定，无记你注意讲，即个后壁剩偌长的迄个量安尼。毋知有啥物想法看法？这都嘿啊，这部里就是真无公平啊！伊就安尼，限制人的自由啊，佮用一寡步数，尾啊就嘿啊，这种就讲，毋是讲靠辩论啊，我是咧民主国家的想法，就讲武器爱对顶，这拢无。完全无。好，安尼，看想要继续读，还是看即顶悬啥物字数？看嘛，头前拄则迄阵是有320人也迄搭遐，当然，我着讲，咱的台语有一寡塔字，喙冒冒，边仔骨现现，即种塔字伫迄个啥，英语内底强在伊毋是安尼用的嘛，所以对咱来讲，迄是另外一种学习法啦。327个下骹迄个 Winston 是减一个 S 啦。迄阵反正伊咧处理的时阵就讲，迄真正是绕到去安尼。当然伊即个小说听起来看起来反势，即个第一说有卖完无？毋知影。你讲各位搁卖落去第二说、第三说，还无看。真迄个啥，林慧闪是第8说嘛吼到万有录是搁一捆头加印7万本嘛，上主1,800本我毋知是几说，所以这个册其实要安怎讲，有当阵是真歹暗示的，啥物时阵、啥物人对啥物款的册有兴趣安尼，真歹讲。好，安尼看三年要继续读无？329页，伊无听到声音，但是3年无方便，安心自在。我看，我都反背主理，伊讲，我不能用理解的表情看落来。对，伊讲完全正确，你无反背主理啊？反背啊，这时阵爱，应该是背啊，背后啊，反背，背后，反背。伊后壁佫接一个修辞啊，所以甲背后的背应该变成共音无毋对啊。背吼。对，反背嘛，反背，毋过反背主理啊。反背主理啊。对学问的尊敬又搁伫非常的心甜满，迄款奇怪的尊敬，哪像是无论如何被消灭。足聪明，伊想足聪明呢，足聪明，足聪明呢，伊咧讲啥学问拢毋把三无，换做规地球另外任何一个人，拢会随应讲伊有反背主理。敢讲还有啥物物件，伊要背，互伊形甲拢讲出来。安尼，我是爱读到遮安尼，你看你啊，拢会使。我读到遮。伊迄个啥，对遮迄种，因咧讲的迄个，只是我一个无小心，无对着你读甲对去，那毋是听。你毋是读一个段落煞，
交出来。安尼我来看，你甲读完好啊。讲什么讲出来，伊还袂互因亲家拢讲出来。哦，你讲头遐个，大概你家读到一半尔尔。对，因为我想讲后壁剩两纸尔尔啊。嘿啊，我惊你无问，迄是无差啦，迄是无差。因为我看伊讲迄个啥，伊讲，伊还袂互因行甲拢讲出来。伊对酒莉所啥一切一早就交出来啊。酒莉习惯、个性、因过人生，搁因两人逐摆见面当中上游的细节，伊甲酒莉讲啥，酒莉甲伊讲啥。因为乌市买啥来食，因通间因无具体反动构想，逐项就准安尼，就伊讲迄个词要表达的意思，伊无反背酒莉啊，伊无停止爱伊，伊对伊的感情也是无变。乌不能有掠着伊的意思，无需要解说。甲我讲 ，Winston 问，因偌紧会甲我庆杀？最后，无定会搁真久。乌不能讲啊，你是一个歹处理的果啊，毋过莫放弃希望。每一人早晚拢治会好，落尾阮会甲你庆杀。哦，这所以伊即个讲的就是讲。有一个要怎讲？照你讲，照人情来讲是讲，要互一个人知有做毋对的代志。当然，迄个毋对的代志是法律上的毋对，或者是人性上的毋对，或者是政治上的毋对。这有当中就是看你用啥物角度来看。啊，当然。有当阵一寡所在、一寡社会，罗西亚、支那、北韩，因遮个国家是毋是？因有一寡真特殊的迄种设想，也是因起造的新的规矩，也是路径。就敢若即个小说内底所讲到，因去袂输起造一个新的地俗相款。在过去拢用迄种甲介无共意见的拢甲伊杀掉安尼，啊结果伊即摆就讲啥物，袂使遐尼紧就甲伊杀掉，因为安尼等到变做一个啥英雄，变做一个历史，啊，互搁较侪人安尼对咧做，伊即摆就是变成讲，到目前小说家就是要甲伊改造到含伊相款想法了后，才甲伊断掉。啊，所以这当然我无确定，实际上，可比讲罗西亚、北韩，因敢真正安尼来处理？支那因敢真正安尼来处理？敢若知影伫迄个啥，Wikipedia 有去讲到1984即个小说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限制性的刊物，毋是。一般的人袂使读，当然你若爬墙围仔出来，当然看会到嘛。但毋过，因个国家的法律就是讲袂使读，你讲硬要读，除非你有即个叫写，还是你有即个材料，还是你去用指定爱来读嘛。所以有当阵咱就是讲，迄个自由意志，敢是你真正的自由意志？就我所理解到的，因敢若无啥物自由意志通讲啊。尤其有材料离开因迄块土地的人，倒一个毋是有任务的。大家拢无任务的，只是讲迄个任务甲迄个，互咱外口的人看到，是看会出来、看袂出来尔啊。所以有当阵啊，平平拢是伫即个地球生活，啊，毋过煞会使感觉到，太有遮尔大的真差。我毋知三弟有啥物想法看好？一个，其实我看伊即个。小说最后即句啊嘛，哪会甲迄种无啥想看诶？啊无我无去到上尾一页，因为我即摆即个英文版遮 ，in the end we will show，会使甲你断掉就对啊。就咱头前咧讲诶嘛，爱甲伊处理甲互伊家己种，所以这反射就是讲，
对因来讲，一旦其他的人去互人捌乌去了，准讲要甲伊洗互清气，吼、啊，迄个洗互清气，就是迄个当事者去用洗迄个人，伊嘛家己感觉洗清气啊，啊，毋过洗清气了后，因这个党嘛袂接受伊的迄种袂接受即个人啊，就是讲有一个角度，有一个讲法，就是讲，敢若遐尼济人会使用，那着去用迄个已经去用污染器。伊迄个去用污染器，就敢若迄个啥假喙齿，对无？真个喙齿落去了，佫倒拢是假的啊！敢若去用污染过啊？你什物悔改？你讲你什物改革？你讲你真正什物规心拢党伫咧服从，吼、啊，毋过有可能伊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角度就是讲，有遐尼济其他好诶人通好用，为啥物用即个有问题？曾经有问题，有可能是安尼。所以迄种至少我感觉真歹想象啦，真歹想象。好，随便讲甲一半尔，是毋是今仔日用早来读个要用早煞？因为3至4可能是读一届2届，因为敢若10页，3至5嘛敢若6页，然后就3至6，所以后壁的故事伊迄个章节就敢若足紧就煞啊，因为故事到当是已经330页啊，即个故事即个小说。包括附录，因为迄个附录等于是嘛属于小说的一部分，因为迄个啥，迄个附录啊，伊一开始第一句话，中文版伊就看袂出来有迄个过去式，因为英文版啊，咱进前是毋是甲附录读完是呾？一只话讲完，敢是甲一只话讲完，好准得来啊！因为阮是甲迄个3至3读完啊啦，因想讲要无拍算要读3至4，我是咧讲即个小说的附录啊，其实嘛是属于小说的一部分的，对啊。啊，因为伊迄个小说的一部分啊，就讲英文有迄个过去式、现在式即种，或者啥时态的侦查嘛。啊，毋过台语甲汉字伊无真明显，嘛是有，只是无遐明显尔。啊，无遐明显，伫翻译的时阵，伊处理可能就无好处理。所以，中文版啊，中文版的附录新讲原理的第一句话，伊就敢若直接翻译做新讲是海洋国的官方语言。也毋过，周永成先生就讲啊，因为英文版的即句是用过去式伫咧表达，啊，所以表示讲，即个故事其实已经伫咧足久以后，才互提出来讲，就表示讲，迄个海洋国可能已经早就变做腐啊，毋才会用过去式伫咧交代。我要找迄个英文版。361页啊，伊就讲啊 ，Newspeak w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Oceania， 所以中文版甲即句话敢若翻译做讲，新港是海洋国的官方语言。也毋过周永成先生咧处理的时阵啊，伊就甲 was 用英俊翻译出来，表示讲这是一个过去的事实。毋是现主时，啊，中文，迄天我拄啊第一个所在看到有中文版的，我就去看伊迄个附录，就是迄个小说最后迄部分，伊就是敢若讲，新港是海洋国的官方语言，伊无用过去式去表达，因为伫中文内底无法度，当然你讲。中文版要甲伊直接写讲，新港过去是海洋国的官方语言，敢若怪怪，伊的原文无过去啊，伊的原文敢若话字尔啊。但毋过台语版的台文版就甲伊翻译做英俊啊，所以这就是迄个啥，
伫处理的时阵，周云成先生可要讲英语有够老吼，才有去注意到这点啊哩。若是我可能无够老的时阵，就看过准过啊。好啦，因为即个3G3到即个段落，拄则敢若剩，阮一队迄个队325页来读嘛，啊，随讲敢若一半尔。规气来读即个日晖闪烁阿尾啊哩，准备来读即个阿尾，咱可能想嘛，准讲有才调，还是有想法，即个微妙，即个词，即个作品加讨论一下嘛是会使啊哩。好，安尼准备是毋是互你先读，当做阿尾啊哩？微妙。你会说较大声无听？表、文理求我，图画表情，最佳无体面的是文理教我，图画扣了无适合的是文理错我，文理但一场，图我委屈，图我痛痛，图我感动，图我惊。我掠即个仪表的世间，阴阴看，煞三无理路感觉，三无理路感觉规世人如苍苍，文理拉我，文理爱我。太棒，好，感谢。好，张丽华，你读。这个Cherry， 嘿，我有看到 Cherry， 微表，文理求啊，伫我表情做甲无体面的事，文理教我，伫我画紧了无适合的时，文理催我，伫我委屈，委屈啊 ，KHUT 啊，委屈啊。伫我痛痛，伫我感动，伫我畏惊，伫我掠一个微表的世间，静静看，煞三无理路，感觉规个人，较长，感觉规个人如苍苍，文理来活，对个，热，所以拢甲用轻声符，爱读本调嘛，对。第八条啊，热我。文理爱我。好，感谢。小罗，你来啊，阮因为读3G3，19803G3，剩迄几页，阮拄则甲伊读完去啊，所以要直接进入尾声吼。阿尾去，吼，因为拄啊迄个3G3剩无几页，你若有对着，可能啥物日晖闪是即个220页微妙，你才缀咧我后壁读，吼，我先读，你才缀咧后壁读。来，即个微妙，文字求我。伫我表情做甲无体面的时，文字教我；伫我话紧了无适合的时，文字催我；伫我委屈，伫我疼痛，伫我痛痛，伫我感动，伫我畏惊，伫我掠即个微妙的世间，静静看，煞三无理路，感觉规个人如苍苍。文字热我，文字爱我，这是伊迄个啥，伊就甲迄个动词加人称代名词，尤其是第一人称的时阵，伊就拢甲伊，伫遮拢甲伊处理做轻读啦。好，来，小龙，你读。好，仪表，文字求我，伫我表情做甲无体面的事，文字教我，伫我话紧了无适合的事，文字催我，伫我委屈。伫我痛痛，伫我感动，
伫我畏惊，伫我了这个仪表的世界，经营看煞着沙无里路，煞沙无里路，感觉规个人如苍苍，文字了，热这是热的热，热头满文字热话，文字爱话。好，感谢。这个热就是热嘛，吼，啊个吼 LUH 啊 ，LUH 热啊，热啊，啊过来就是山皮有一种，毋是山皮嘛有田，也是中文讲梯田呐，啊台语是有几落种讲法，什么热田、山边田，啊个边仔田，因为伊就毋是伫平地迄种安尼，强要一望无际、足大片迄种的，无伫山坡地，迄就是可能敢若一台迄个叫做世代的，叫做什么？牛犁车吼，就是中文讲啥小农耕机啦，就是一个人会使淡仔捧田犁田的迄个，差不多是我伫台湾遮可能就尺外2尺，甚至无甲3尺宽迄种田，因为伫山坡地嘛，啊为着要种稻啊，爱阴田嘛是硬甲伊开发出来安尼啊，所以真正就是人类为着要生存，真正是想尽各种办法安尼。好，主要是因为今仔日是因为1984迄个后壁迄323剩无几啊，怎拄则读一个较紧一寡，啊嘛无啥物讨论了，呾读完直接来读即个立火闪示安尼。好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不管是针对你若有现着1984的，或者是直接现来立火闪示安尼。伊即搭遮，我着讲伊甲，因为我拄仔咧读是嘛感觉，遮个动词若是接我，敢拢一定爱轻读，或者是会使免轻读，啊轻读无轻读，意思敢有真差？确实对我来讲，我是感觉，若轻读敢若较接近要表达的意思，啊毋过救甲教，救我、教我、催我，啊当然后壁热我、爱我，这个动词有轻读无轻读，意思敢有真差？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无？伊目前罗马尼处理起来，你讲。听起来是迄议题较无共。迄个真差，你感觉是啥？我先看卖哦，我拉一遍。对，慢慢想，因为我拄则伫另外一个所在是有人，毋是即个事啦吼，伊讲，我今仔日下班较晚，还是下班较暗，或者是下班较慢。伊两个啦，我是想到第三个，对无？较晚、较慢、较暗。下班时间，我下班去往顿卡咯，去往6点。啊，毋过今仔日就是因为啥物原因是超过6点才下班，还是照常下班？然后我咧描述的时阵，到底要用倒一个？是较慢下班、较晚下班、较晚、较慢、较暗，无共款嘛？吼，啊，即摆你讲。啊，歹势，无要紧，你讲嘿。因主要我都讲迄三个下班的时间无共款以外，就是即摆即搭遮就是，伊用轻读无轻读有真差嘛？啊，拄则是迄三个较慢、较晚、较暗，即三个应该嘛有真差哩。好，来我你讲。因为我确实毋知影啥物时阵爱轻读，无爱轻读，毋过感觉你若热话是安尼是无轻读，对无？
外是轻读，嘿，内外是轻读，嘿，内外是轻读。轻读的时阵，感觉就是较表示我的存在。我的存在哦 ，OK。对，毋过无轻读的时阵，是感觉文字这个主词较大。我的意感是安尼。文字的主词较大。就是热话，若是热话时阵，我会感觉是我即个数字。我即个数字。是白大，可能是含白大。毋过处理轻读无轻读时阵，若是甲热话，都安尼读过。我是感觉伊要强调迄文字伊的力量。我家己读起来是安尼感觉啦。迄种的，主要就是因为伊有教罗马字，爱教罗马字有处理轻读。啊，目前伫处理汉字的时阵，李康曲基金会因若准讲来处理即首诗，若准讲伊无看到作者的罗马字的时阵，因咧处理汉字敢会用轻声符甲伊表示出来？我毋知影。主要是因为有一寡台语词会有轻读无轻读的争差，李康曲基金会因咧处理的时阵，就会去要伊这。毋过我就讲嘛，我目前看无几个会去特别处理即种的。有啦，周云清先生的1984内底有一寡语词，伊就有去处理。毋过我的疑问是，伊敢若无规本小说内底该轻读、爱轻读，拢有用轻声互甲伊处理啊？敢若无？至少我感觉，即大家敢若爱轻读的，毋过伊就无用轻声符去处理。我会记阵，我袂记我问伊即个问题，我袂记一啦。因为轻读即个代志对台语真正是足复杂的啊。有人是讲，你若伊敢若是，伊敢有一个讲法是讲，若要甲所有爱轻读的符号拢甲伊教起哩，安尼规本全轻声符。伊敢有一个讲法是安尼，即个部分我个人到目前我就也查无迄个理路，讲若呢？为什么有诶爱轻读啊？有诶爱去甲伊轻读处理出来？可比我诶理解就讲，可比讲做人甲做人，这绝对是有轻读无轻读，意思无共款嘛。你若咧写诶时阵，准讲你是写汉字，你嘛绝对要甲标明清楚。其他诶就。我就毋知影，我就毋知讲，伊期末教授讲，就加听过啊，你就知影。问题是后壁诶人毋知影，后壁人毋知影，这是我目前诶疑问，就讲，咱伫读1984这个小说嘛是，就是你会看到有当阵伊有一寡所在，准讲是汉字，伊嘛会甲迄个轻声符列出来，毋是讲叫你读者家己去感觉。随便讲伊要行往另外一个方向，是讲伊要用较倾向书面语，无要用注解。毋过有一寡词，我咧猜想，敢会是伊感觉有材料来读台文版的1984的人，伊的台语能力应该是有一定的水准。敢若有一定的水准的时阵，伊就免特别去处理轻声符即个，除非伊想要，敢是强调，还是讲？特别要叫人注意，因为我著讲即2年读这个文本的时阵，有一个语感，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讲重点袂变掉，重点袂变掉。轻读无轻读即个代志，就是可能会使按即个方向来小可理解啦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。若准讲咱即首诗看起来，伊甲迄个受词头前拢有用轻声符嘛。有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无？正定有啥物？伊迄个啥？
来，准你讲。来想看卖啊！伊甲礼物送互我，通吼，伊甲礼物送我，送互我啊，若是通互你感觉，咱你若顺顺啊读吼，变调顺顺啊读，感觉语气较平啊。你若去读的时阵，有小可语气有小可变变较奇怪吼。敢若有点仔讲一个开口咧遐吼，这感觉敢若无啥共，我嘛袂啥会晓讲。你讲的这句话，我有想到迄个像，俊文老师咧讲，俊文老师就咧讲，即马讲台语的人，敢若愈来愈扁平化、扁平化。哦，啊，记的一个咧就是食饱未？食饱未安尼？就讲原底迄就讲食饱未？这是会声音较悬，要毋过即马就是敢若伊的意思，敢若是讲迄个声调会中去掠中和，就讲较低，伊就变较悬，较悬就变较低，按中去煞就对啊。啊，所以想说讲，反射哦，是毋是即个原因？就讲嘛，北部的第八条就渐渐拢无去啊。我伫听到即个讲法进前，啊，搁阮老师咧讲进前，我想，就是食袂，啊，毋过有食无？就讲迄个食字本正是第八条嘛，你食袂对无？啊，毋过无注意的时阵，较想要就是怎？这可能敢会使讲做承担音的一种啊。啊，过来就是准直记的迄个咧。那以我来讲，我袂用3字，我是用2字啦，送我嘛，甲送我。就讲即个物件是伊送我的，啊，是伊送我用，送我，所以可能是啥？动词、受词，啊，敢要有补语。对，是伊送我，这可能语气，我那嘛会使算一个速结，还是结束嘛？要毋过有当阵讲，是伊送我用，是伊送我去创啥？吼，佮讲甚至啥，送我去坐车，后壁就是一个补语啊，对啊，送我到底是啥物货？因为安尼来看，变成有2个意思，对。一个是有物件送我嘛，啊，一个是甲我导去啥物所在嘛，对无？送我去坐，台语会讲送我去坐车，应该会吧？还是已经叫华语牵去啊？我袂记起来。啊，所以以这首诗来讲，我就看伊的罗马字是拢有家处理轻声符这条代志。啊，拄则准直所讲的就是，迄个礼物是送互我，还是送互我？会可能。就讲迄个重点是啥，还是重点是啥嘛？就是讲迄个讲的人，伊的重点伫倒的时阵，我就讲我的语感是敢若重点伫倒就袂变调安尼。伊的重点是放伫倒。啊，当然送互你，送互伊，对，送互你，送互伊用，送互伊用，送互我用。送互你，安尼有一个，尤其迄个人称代名词是毋是？我那有一个不哩啊复杂的迄种变调法，这个我目前无看到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无？送互你甲送互你差别是啥物？送互你甲送互你，迄个你为虾米变调？就是后壁有。会使继续讲，但是无讲出来。嘿，伊讲要送互你，的。后壁讲有话。嘿，对，伊要送互你，啊，可能有啥物话无讲安尼。吼，伊要送互你的，伊要送互你，煞，对无？
那准讲无变调就是煞啦，有变调就表示讲伊个话无讲出来。上面，你讲。若是处理诗的话，伊应该袂专工去处理要轻读还是莫轻读。若是伊有要伊的话，应该会像198安尼。哦。特别表示。对啊，因为诗，你讲要伫遮久点嘛会当，伫遮逗号嘛是会当。就是看你安怎，诗就是看你安怎去，迄个文解我袂晓讲。目前伊的诗就是句尾拢无符合，句中才有符合。对，但是读了大家应该心内迄感受啊，迄想法应该是拢无一定相像。微啊无共款。对啊，就是无一定相像就对了。所以这是啥？微妙。微妙。对啊，伊这名叫做微妙啊，对吧？微妙。应这个微妙就是看伊，我是感觉莫变吧。莫变。所以伊来讲讲，文字救我，文字教我，文字找我。哦，这是无变调，安尼我会变调。安尼我会变调，我会甲。你会甲伊变调，对。啊是。袂变调是爱我嘛？袂变调是袂变调，无变调是爱我。爱我。嘿，爱我是无变调，爱我是有变调。就爱就是你爱字要，你袂变调，就爱我，要爱我。爱要爱我。因为他爱我，感觉迄个我足大个啊，我毋知影有人听过讲，就是爱这个字为虾米爱大，哪会拢爱大写？有个人感觉伊迄个爱英文字母的爱小写，感觉较恐怖，较谦虚。谦虚，你讲哦。英文的爱是我的自称，若小写是谦卑的意思。对。哦。你若读爱我时阵，我会感觉哦，爱我就是大写。有一个安尼，我心内是一个安尼感觉啦。啊，爱我就是小写。毋过，若我伫英文内底，若变受词，伊嘛毋是读做爱啊，对无 ？Love me 啊，对无？迄个。像猫王唱的没有 ？Love me tender 啊，伊是 me 啊，伊嘛袂用爱啊，爱是主词啊。即摆安尼读，就是你拄讲久的迄个啊，就是食饱未安尼。对啊，就是俊元老师讲的嘛，就讲即摆拢讲话拢会变去，讲话做变，伊讲扁平化啦，就讲。毋过我感觉这是一个文化呢。就是这种声调，较早以前有拄过迄个叫卖声，才会知影啊。知影鸡、兔肉鸡，甲有冷冻水饺安尼。玻璃修理玻璃，刷汤刷汤打门，当回收啥物？啊，就是有听过的人才会知影讲，迄个真紧是安怎啊？我感觉即摆的人较。接受，而且台语就是，你若像我安尼讲啊怪腔怪调，人就会甲你笑讲啊，你讲的哪会是我啊拄啊？你讲台语，有一个人就会歹势讲啊，像我是较袂见笑的伊讲安尼。较毋惊歹势安尼。啊，学语就是袂晓讲，才爱一直讲。无学语言就是爱勇敢讲啊。对，无你学要创啊？啊，毋是讲，因为。毋过，你若英语讲无好势话，人嘛袂甲你伫一寡国家，人袂甲你轻视啊。主要是我的感觉是，颠倒台湾以外其他的所在，因较有即种相对较正确的想法看法。啥物叫做相对正确想法看法？就是讲，
伊听到你讲无流利的语言，伊随知影讲你有一个更较流利的语言是我毋捌的。啊，你敢若有一个语言是我毋捌的，我是要甲你轻视啥啦？对无？每一人有每一人高的所在，有才调的所在嘛。每一人强的厉害，每一人高的。就是文化差别。你像去日本，你若喊伊讲绕英语，伊就惊着。对，伊嘛是会用日语甲你讲。对啊，伊就不爱插你啊，你啊。都不爱插伊啊！你像去欧洲，去法国，法国应该。法国可能嘛是看的款吧，因就是看啥物地区。对对对。法国也是比利时呀，就是你若去较主要、较大都市的所在，还是边缘的所在。你若甲伊问路，伊嘛是会用法语甲你讲话。那你用英语，伊嘛是无要插笑你。我是。像台湾人都袂安尼啊，台湾人知影你是外国啊，就是会配合你用英语啊呢。亚洲人感觉就是会想办法，互你知影。尤其台湾人更较会吧。一个文化差别，毋过台语阁较特殊，因为真正就是讲像安尼。讲有一个腔，有一个调的话，人就讲你讲话怪怪，你也是故意好啊。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讲，过去70年真正去用压制嘛，所以迄种压制佫是全面的，就敢若迄个1984迄个小说内底所讲着，伊用迄种真夭寿的手路手段方法嘛，直到即马。嘛是佫听会到，当然毋是只听到，就讲看到人咧对咧分享的是安怎，就是迄个40-50岁以上，尤其50-60岁以上迄种的情绪就佫较强烈啦，就感觉台语敢若袂使摕出来，含伊无熟悉的人咧讲相款，敢若是安尼。真紧就是感觉你到底是爱讲，还是无爱讲？即摆夹伫中就是。因为我有和我朋友讨论讲，我想要去考鉴定，有的人就是想讲，台语阁要鉴定哦，台语阁要学，这嘛爱学。对啊。学啥？你看迄个啥，阿弟英语嘛，英语嘛吼，伊12个时阵就讲伊尾就是餐用一个字，敢若30-40点钟嘛，就一工可能1-2点钟几点我毋知影。最后甲因阿嬷讲嘛，结果因阿嬷嘛是。无意识讲出来一句话，讲台语也着学，台语免学哪着学，对无？因为在过去的环境就是自然而然就会晓的，哪着学嘛？就敢若黄玲芬讲出来迄句讲 ，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。毋过刘星贤老师就讲啊，台语哪着学，重点是父母爱主动和囡仔讲，在迄个自然环境当中，你会晓即个语言。当然捌字迄是另外一回事。即马就是。是，迄个朋友是一个，伊讲伊外省的。我想讲，我嘛毋知我是毋是外，应该毋是，因为我妈妈是客人。毋过，阮兜嘛袂讲客语，嘛袂用台语和囡仔讲话。毋过因会用台语抬杠，所以我即马就是拄着即种朋友，就是讲较。无认得诶，嘛毋知影要喊伊讲台语还是无爱。应该是讲，我诶想法，你往参考就是，要甲台语当做啥物语言？回想一下，若阵讲是对外语有兴趣，你要学英语诶时阵，你会安怎来学即个英语？是毋是三个机会就摕出来用，对无？拄着。我是无想要偷懒啥物想法，我就是想要伫我日常的生活拢用台语。安尼就是讲，就安尼就是甲台语当做优先使用的语言嘛。当然，伫最近有伫别个群组，嘛是有人相对听起来敢若就是较少年。迄个较少年，我听因咧讲，当然因无一个自我介绍，讲我几岁，个啥物无啦。毋过听因伫讲的时阵，就大约会出来，可能是可要讲
30岁顶个啊，可要讲袂超过35岁，啊，可能比28个较济一撮啦，可能无几个啊真正比25岁较少的，也是讲无几个啊是超过35岁、40岁以上无，就是伫即个25至35岁的骹斗。有一寡相对对我来讲，就是相对少年嘛，就是讲想要甲台语学倒转来，毋过长伫咧学，啊，佫长咧讲，所以一出喙，遐40-50岁以上一听着伊是无甲练转诶，或者是有当就讲，你无采我诶时间，你就哩哩啦啦的台语是咧甲讲啥呢？这我有淡薄判断袂出来，因为我嘛有拄着少年啊，伊台语讲啊足认真诶，因为伊是中华人。所以这有当就是看你的目的甲态度，啊，伫迄内底，我毋知，可能，一定可能啊，伫遐是安那，就是讲，有人就提供意見，就講，你就直接講，我就慣勢講台語啊，啊，當然，互聽出來的時陣，啊，你這個講無好是要哪慣勢啊？過來就是講，啊，我想要甲台語學倒轉來，啊，當然有個人。伊聽到對方緊的是要甲台語學倒轉來時陣，伊可能開始囂氣，也是開始有和過去的想法無共款的念頭會出現，嘛無的確。啊，所以我就講嘛，敢是要甲台語這個語言成做優先使用的語言。當然，我伫迄個群組有幾落個應該聽來看，可能至少3-5個吧，我袂記得。我就是伫無共的行業。伫無共嘅領域，啊，因有可能是因為迄個工課場會拄着相對較濟講台語嘅，啊，當然遐個伫講台語嘅人，因嘅一寡意識可能也是無啥夠，迄個無啥夠，就是講，啊，台語會曉聽會曉講就好啊，讀着閣去學捌字，甚至閣要摕物件來讀，還是要閣甲寫落來安尼。啊，毋過有誒就是講啊。無啊！過去遮個先的、遮個老師的，攏是講台語啊。啊，雖講講阮較少年，啊，毋過阮想講，恁敢若是攏講台語，安尼是毋是阮就是就恁所講的即個先家記錄落來？啊，當然若找着迄個漢字來鬥，啊，就寫漢字；啊，若找袂着漢字，我就寫羅馬字啊。啊，所以有個人伊過去無機會通知捌，就會曉講會曉聽。啊，即馬拄到即個較少年的時陣，伊就講。伊電腦去問，這字要安怎寫？這個音這個字，就講過去無去注意着講，用羅馬字嘛會使來表達，嘛會使來記錄，就一直去找漢字。啊，所以過去尤其，可要講教育部出來整合進程，就是一人寫一款啊。啊，一人寫一款的時陣，你看我看有安尼 OK，啊，毋過要摕到第三個人看的時陣，伊可能就戇去啊。啊，所以就聽着講伊。就盡量會去找啦，啊，當然問老師才知影講迄物件到底要安怎講，啊，啥可能是啥，啊，就伊所聽到迄啥甲記錄落來，可能是。我感覺台語文嘛是一個訓練家己語感的一個方式，因為伊甲漢字就無是同款的系統嘛。對啊。就是我看到。字看到詞的時陣，我都會先家己想，這是啥物意思？一個訓練的方式。對啊，尤其你若有客語的背景的時陣，迄個無共語言的互相刺激，或者是互相學習。我就講嘛，你若哪來哪習慣單一個語言啊？你若哪來哪習慣中文華語，你終其尾可能就是敢若單語爾。啊！你若拍算要甲本土語言，任何一個本土語言學到手，學伫喙裡，安尼你就會得意啊嘛。對你學習的過程，你就會知看到其他的嘛。啊！你若愈來愈習慣中文華語，一直到當有一寡學台語的人，毋知啥物原因，伊第一時間就一直問講，漢字是要安怎寫？迄漢字要安怎寫？伊就一直會去互漢字縮落掉，一直想要講，即個音漢字是啥？這個音的漢字是啥？我最後應該時間差不多。最後我講一個，伊講零好好啦吼，我講零好好啊，這個要安怎講？我就講迄個好好，我感覺無漢字的意義啊。有人敢若是寫厚道的厚啦，啊問題是迄個零重點是咧零啊，就講啥物？迄個啥地無啊嘛，啊個大無好按啊。
零好雨嘛，吼，还是啥物物件零好雨嘛？我讲大部分是拢讲零好雨啊，等甲你有一工，你可能会使讲其他诶啥物，我就袂讲，迄零西西啥物零气气连凊彩啊，你迄当下诶语感是啥？就是一个要描述讲零诶程度啊。大部分目前咱大部分确实拢讲零好雨无毋对，像讲袂使有第二种、第三种诶讲法，那袂使。看你时教安怎去变出来安尼啊，无啥问题啊。你讲汉字敢毋是？汉字对啦，敢若大部分校顶敢是嘛，受迄字我袂记啦。反正讲较想影有人用迄字，就讲，若迄字要来理解，就讲可能若记讲啥，好到下还较长。免用甲遐尼暗无要紧，伊会卡掉诶，所以零好雨无要紧。看你安尼去设想嘛，所以我就是一个有意境啊。对，所以就讲，我就讲迄个啥，台语诶语声词、状声词，我个人感觉无一定有迄个文字诶意义啊。尤其你若真确定，倒头来讲，你若找着写出来迄个真正含迄个意义不离啊小话，安尼 OK， 你用汉字来用无问题。毋过若准讲无，无你搁去找，硬要找汉字来斗，我就一直感觉你是咧斗读一空诶哦。恶夹，我就讲嘛，夹即个词，应该像夹即个字，即个动作就是手势做了，然后对头壳卡落去，迄是夹嘛。毋过夹即个字音，到顶敢若收一个做恶夹，迄个夹伊搁改写确定诶壳安尼。我讲哈。即个程度，佫会使用确定诶壳来表示，毋过目前教无就敢收夹安尼，即个字音嘛哩。OK， 所以我无其他意见。反正阵你讲。所以讲我之前啦吼，迄个老教授讲诶吼，台语敢爱有台语演学啦，即句应该有省略。当然摕。你讲囡仔拄才出世，食饭爱无爱啊，讲话爱无爱啊，所以伊讲一句是意思是讲吼，你变是你若教别人讲，你语言就一样，但是嘛是爱有一个学习的过程。对，就讲我就讲啊，2岁进前，拢一直input 嘛，对吧？老爸老母、阿公阿嬷、周围的人拢咧甲伊讲嘛。2岁以后就开始会使应出应试啊嘛，就类似即个概念嘛哩啊。至于我就讲嘛，真正就是你要读册仔字，绝对是敢若使靠家己啦。你无多什么哆啦 A 梦的什么记忆小胖，甲伊吞落去，怎拢会记？迄嘛是拢有限嘛，所以这可能佫有一段路爱行吧。记忆小胖。对啊，伊毋是啥？伊是对啊吼。对啊。对，大雄拢用做壁的方式，讲我拄着困难，你帮我解决一下。毋是消化都无好啊。毋知影伊就是，反正就是迄个。伊就是去变数都无好啊。有可能就是流出来都无去就对啊。好啦，毋知咱台顶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嘿。声调的变化较大，你无读听声是微微，所以就头你讲的无错，就是讲，你若读语气变化较大的时阵，这个语感就较无共，就感觉这就是语感较无共的，声调较无共的时阵，就感觉有较强调的意思，所以头讲。变去。所以，若轻声感觉是迄落变化较大。好，感谢俊弟甲咱分享。所以就是反正，即摆就讲 OK， 台语现主时毋是真正死去，虽然讲是要死，要死嘛好佳哉就是，原来也有人。
有想要学，会继续学嘛。啊，所以这就是等于是各有变化，啊，各有变化的时阵，各方人马就是可能去研究，甚至去家己研究，真做册，甚至可比讲啊，即马咱市面上会使看到这文法册票，敢会使来讲，就是咱学日语、学英语拢有足侪文法的嘛，尤其有咱外国人学嘛，啊，台语目前就是无嘛，啊，迄个无当然有足侪复杂的因素嘛，所以即马就看会到刘生贤甲赵慕明因有写两本册，真做文法。甚至或者啥小美本吼安那，这当然就是应该各有其他人会使有这方面的努力拍拼啦。啊，对咱来讲吼，对我来讲，就是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，做伙来遮读寡册嘛。啊，算像对只今仔日哦，读较紧哦，出无偌济，佫就变成是开讲交流嘛。总是就是讲，甲台语讲转来你的喙里啦。毕竟这是一个语言嘛，毋是迄种什物世界语，还是拉丁语，迄就是。可能文字的部分较注重嘛，所以透过现代科技这种啥文字媒体就会使交流啊嘛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台语是一个啥物的语言啊？正是透过现代科技，我几啊工无法度起来读册会，就是因为我遮无网络，一家拢无。一家拢无，才惨。对啊，我想讲，安好势吼，找无我，毋过。即马拄好对啊，想讲惨嘛，啥物拢无法度做，所以就较想讲安尼，毋是办法，就牵 WiFi。OK， 所以反正就是愈来愈离开，我都离开网络安尼啦吼，啊，对啊，可能就惨，欠真大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主要咧读的这个1984，就暂时先读到这。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，也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。好，安尼今日读到这咯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感谢大家，再会。